金字塔為古夫而起，佢大概喺公元前2600年登位，大約執政咗27年左右。呢座金字塔用盡佢在位嘅年期至起好，而且整個項目需要用到多達230萬塊大石，每塊大石平均重達2噸半。呢座金字塔喺之後近4000年一直都係地球上最高嘅建築物。唔好忘記吉薩大金字塔係非洲建築，我覺得好正。只要一諗到古夫同佢嘅朝臣坐喺側邊，然後話我哋要做一件冇人想象到嘅壯舉，一於起座更大更宏偉嘅建築。睇金字塔睇得出古埃及嘅所有強項，可以話全部表露無遺。當地地質蘊藏住豐富嘅石灰岩，佢哋嘅數學同工程技術亦都非常之先進，而且仲有非常龐大嘅勞動力。單靠希伯來奴隸同種種毫無根據嘅神話根本起唔到。呢堆金字塔由埃及人起，佢哋由全國各地徵召翻嚟，到尼羅河泛濫就會發揮作用。喺嗰幾個月，就算農夫落田耕種都冇咩做，於是就可以受僱去起金字塔，而呢一個亦係喺古埃及納稅嘅方法之一。但當埃及一統非洲東北部之際，南下少少喺尼羅河岸，即係現今嘅蘇丹，有另一權力核心日漸壯大。嗰度就係庫斯古國嘅首都科爾瑪。1913至16年，哈佛大學教授喬治賴斯納率領多位考古學家挖掘蘇丹嘅沙地，偶然發現埋滿人骨嘅墓坑，同一個墓冢埋葬科爾瑪晚期一位君王。當時大概有322副人類遺骸喺東部墓地一個權貴嘅墓葬點揾到。理所當然，專家一開始以為係進行人祭。賴斯納估計遺體源於公元前1500年，但係其他墓葬點有證據顯示進行人祭嘅習俗係源於更早期。死亡喺科爾瑪，尤其係對權貴嚟講，似乎係壯觀景象。不過佢哋都好可能係僕人，負責服侍君王，死後都會服侍佢。甚至有人認為佢哋係奴隸，係打仗嗰陣俘虜翻嚟，然後被殺死，作為慶祝打勝仗。人類最早定居科爾瑪係喺公元前4000年，而定居喺美索不達米亞嘅人形成咗早期嘅城市。但係近年有考古發現顯示，科爾瑪喺同一時間亦逐漸發展成複雜嘅社會。到公元前2500年，根據估計，當時全城嘅人口已經超過1萬人咁多，勢力同財力都絕對拍得住北面嘅鄰國埃及。目前剩翻好少遺跡展示出呢個幾經規劃嘅城市環繞住多座龐大建築而起，佢哋同早期埃及建築一樣堂皇。呢個城市嘅考古研究以一座好龐大嘅建築為中心，呢度稱為德弗法。唔同學者針對佢可能係乜嘢有唔同諗法。以泥磚建築嚟講，佢睇落係非洲最龐大最早期嘅建築。努比亞王國有自己獨特嘅文化同宗教，而且係以知名嘅弓箭手聞名。呢個係防守城鎮，所以有道高大嘅防守城牆圍住呢一帶。呢度大部分嘅房屋都係用泥磚起，即係以前到而家都係用相同嘅技術。呢個城鎮本身規劃完善，當時劃分咗幾部分，每個部分都有間大屋係屬於王子，佢負責控制自己個區。至於中間嘅部分就屬於國王。超過2000年以嚟，庫斯同埃及兩大王國繁榮壯大，發展出互相牽連嘅文明，坐落喺尼羅河谷兩端。公元前1500年，埃及成為世上最強嘅王國，控制多條通往中東嘅貿易路線。但係埃及通往非洲腹地嘅珍貴資源嘅門戶就係庫斯。庫斯專責供應黃金等奢侈品
比埃及興盛嘅第18王朝，由圖坦卡門嘅面具，到哈特謝普蘇特率領嘅貿易遠征，以至係拿芙蒂蒂皇后累積嘅財富，埃及法老要有源源不絕嘅珍品供應，協助佢哋通往死後嘅生活。